第一則消息，上環找換店職員疑遭4賊持刀搶劫掠10億日元登車逃去，一男被捕。上環發生搶劫案。今日12月18日上午9時06分，警方接獲一名找換店男職員報案，報稱在皇后大道中181號對開街頭，遭4名男子持刀搶劫，賊人搶走10億日元，即接近5000萬港元，後往皇后大道中西行方向逃去。警方接報到場，人員在蘇杭街138號對開發現懷疑涉案7人車，相信賊人得手後登車逃去。經調查後，一名男子涉嫌搶劫被捕，被帶往中區警署調查，案件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跟進。據悉，案件涉及新紀元廣場一間找換店。第二則消息，港民突發國泰客機馬尼拉機場延誤闖跑道，令一國泰降落期間及時復飛避禍。國泰航空一架客機昨日周三12月17日於菲律賓馬尼拉國際機場準備返港時延誤闖跑道，當時另一架國泰客機正由香港飛抵馬尼拉，並正準備降落該跑道。當地空管人員及時發現，指令降落的客機復飛，誤闖跑道的客機亦即時停下，所幸未有釀成大禍，事件中沒有人受傷，涉事航班分別安全降落及繼續返港行程。國泰航空回覆香港01時表示，正就事件開展全面調查，並全力配合相關當局的工作。兩架國泰航空客機險在馬尼拉相撞，幸未發生意外。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17日傍晚約6時半，馬尼拉與香港沒有時差。據網上公開資訊，包括航班追蹤網站 FLIGHTRADAR24 及航空交通管制無線電錄音網站 LiveATC 的資料顯示，當時一架航班編號 CX918 的國泰客機 BHNE 波音777-300執飛，正由馬尼拉尼諾伊艾奎諾國際機場 MNL 準備前往香港。當 CX918 離開客運大樓，沿滑行道滑行至13跑道前的 C 停止點，空管人員指令客機橫過13號道，並於06跑道停止點前停下 Holding Point Runway 06。CX918 航班在空管指示下，繼續進入跑道並掉頭後，再 U-turn 進入跑道起飛。此時，另一架正由香港前往馬尼拉的國泰客機 CX903 BHNS 波音777-300執飛，已獲得空管人員的06跑道降落許可 Cleared to Land Runway 06。數十秒後，空管人員指令 CX903 復飛 Cathay 903 Go Around， CX903 機師隨即回應，並進行復飛程序。空管人員又指令 CX918 原地停止 Cathay 918 Hold Your Position。經翻查 FLIGHTRADAR24 的資料， CX903 的高度計顯示曾經為0尺，對地速度為146節，並已大致通過了駐陸區，不排除客機機輪早已接觸跑道地面，受空管指令後再觸地重飛。CX903 第一次降落06跑道時，曾顯示高度為0尺。空管人員再指示尾隨 CX903 的宿務太平洋航空 5G358 航機復飛，將06跑道清空後，讓 CX918 航機反方向進入跑道，即進入24跑道，並在前方出口脫離跑道進入滑行道 U-turn 掉頭後重新進入06跑道，起飛返港。至於 CX903 航機，則在15分鐘後安全降落在06跑道。所幸空管人員及時指示，兩架飛機並沒有發生意外。CX903 航班在空管指示下執行復飛程序，約15分鐘後再次降落，安全抵達馬尼拉。國泰航空表示，該 CX918 航班由一架波音777客機營運，於馬尼拉亞基諾國際機場前往香港。航機在滑行期間，使用了不正確的滑行道。當地空管人員為安全起見，指示兩架抵達客機執行標準的復飛程序，再重新降落，並批准 CX918 駛入跑道，起飛前往香港。事件期間，乘客及機組人員的安全未受影響。國泰航空正就事件開展全面調查，並全力配合相關當局的工作。CX918 懷疑誤闖06跑道。馬尼拉 MNL 機場於上月、11月亦發生過類似事件。11月4日，一架海灣航空波音787-9客機延誤闖06跑道，導致一架正在降落的菲律賓航空快運 A320-200 客機需復飛，事件亦無人受傷。